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好有趣嘅活動，就係香港歷史博物館最新搞嘅多面向的香港展覽系列工作坊。呢個系列係配合展覽而設，透過唔同主題嘅活動，帶大家由唔同角度去認識香港。無論係文化、歷史，定係生活方式，都可以喺活動中揾到新鮮體驗。3個活動都好有特色。第一個係金山尋龍，可以親手整金龍手偶，感受傳統工藝同民族文化。第二個係織出個未來，用編織技巧整環保飲品袋，推廣綠色生活。第三個就係前邊有樂，自己設計小巴牌鎖匙扣，超有香港味道。呢啲活動全部免費，仲好啱家庭、學生同旅客一齊參加，快啲去體驗啦！活動於當日上午10時喺於1樓大堂導賞服務處派籌，先到先得，也沒熄止。活動以粵語進行。香港歷史博物館位於尖沙咀漆咸道南，交通方便，搭地鐵去尖沙咀站或尖東站行幾分鐘就到啦。今日就同大家介紹到呢度啦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留言同我分享你嘅睇法。